今仔继续来看，这件实在是可恶，食到无当食咯，参台湾乌蠅嘛抬来食。新竹地检署抓到一阵偷草树仔的集团，因毋若来偷草到500公斤珍贵的树木。更加离经的是，因阁来开枪，杀死一只珍贵的台湾乌蠅，而且甲抬来食，再阁甲这个乌蠅头甲心脏涨关价卖互人。目前这个案件已经交予检察官来侦办了。 这个是真的黑熊哦！一只台湾乌蠅倒伫涂骹已经死啊！这是新竹地检署伫山林市手机内面查扣的画面。成员内面细号嫌犯伫偷草查的时，因为讲了物件时常被偷食，所以讲下掉抓到这只台湾乌蠅，竟然开枪将伊拍死，并且抬来食。检警伫村的骨骸内面发现讲无头甲心脏，初步判断就可能这两个部位已经互嫌犯用真好价介绍卖出去啊，会阁继续追查。 涉嫌用陷阱级猎枪猎杀台湾黑熊1只。为了抓这阵山鸟鼠，相关的人员经过4个月调查，盘山过岭，入到山区，总共抓到11个嫌疑人，并且抄到超过160公斤的赃物，查了会，总市值估计超过100万块。查扣1。 新竹地检署表示讲，这阵山鸟鼠前后草500几公斤的珍贵的树仔，想要到除了草树仔。 佮杀害保育类动物台湾乌蠅，专案已经交由检察官侦办，将依照违反森林法、动保法要起诉。